2月27日獨有的穩定，護戒協會如何找到它的方向？這些講求實際的人們，於是閱讀第二個傳統，知道護戒協會的唯一權威是體現我們集體良知的慈愛的上蒼。資深政客是這樣的人，他認識到集體決策的英明性，對其降低的地位沒有怨言。他靠長期經驗積累得來的判斷力正確無誤，而他心甘情願地靜坐在旁邊，耐心等待事態的發展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，第103和105頁。如果說從宇宙中康復是件編織物，那麼12個步驟和12個傳統也被編織了進去。當我進行康復的活動時，我發現這件編織品就像給我定做的一樣。當改變看起來有些不可能的時候，資深者會和善地給出建議，互相分享經驗，成了珍貴友誼的基礎。我知道協會已準備好，並有足夠的保障去幫助那些仍站在十字路口的試走者。在問題如此多的世界中，我發現這種保證出奇的穩定。我十分珍惜被賜予的清醒，因為全體會員的友善，我從 A 中獲得力量，對上蒼深表感激。